在樂漢之家打擊樂團熱烈的表演，看得出因展現自信甲的歡喜。尤其這群漢兒毋忙真久，希望會用有一台超人的專車，會用載因出外就醫，或者是參與社區的活動。國際賽主會300醫院區，佇個聽到漢兒的願望，有着17分區的主席王承信來號召各分區的賽主會，共同捐贈一台復空的巴士，號名漢夢超人的專車。我們的漢夢超人，他有一種夢，那希望我們去圓，那我們就是實踐了我們這台車，帶着他到處走，到處玩，行千里路啊，勝讀萬卷書。今天這個活動的行程，希望大家也有共同的夢想去追逐，讓我們盡力的去實現所有的夢想。我們這個專車還蠻厲害的，它不是一般的車子，它是福祉車。因為我們的漢夢超人有一些可能行動比較不方便，那因為我們樂福基金會樂漢之家在106年成立，一直到現在，其實還在逐步的成長中。相對對於在社會上一些知名度，相對其他單位的話是比較沒有那麼有名啊。所以在去年的時候，我們透過王會長這邊知道有這樣的資源的時候，我們極力的去爭取希望呢可以讓我們的漢夢超人可以多一點機會，可以到外界，可以接受社區，然後接受我們社會的一些融合的部分。再次真的非常感謝各位師友，能給予我們樂漢之家這個機會，然後呢把這樣子的專車捐贈給我們，那我們也會承諾各位，我們一定會好好的利用這台專車載着我們漢夢超人到處去實踐他的夢想。上好的捐贈儀式包括國際賽主會300醫院區的總監、3001的復活區的議長，以及議員蔡淑惠、蔡總豪，也攏到場出席，肯定這項有意義的活動。他在北家府捐了車，今天又在我們樂漢之家又捐了這個超人的復康巴士。我想他的每一個夢想，他都一一去實現。那我想到了一句話：人因為有夢想而偉大。希望這個偉大的夢想能夠繼續持續。今天我們的這台車是樂漢超人，超人就是要起飛。所以當大家在我們的府城看到我們的但象徵着我們世智會的超人起飛的時候，請大家用3秒鐘看他一下，因為這是承載着我們王主席的愛心。會中樂漢之家的執行長隨後嘛一一頒發感謝狀，予這間捐贈的單位，包括國際賽主會300醫院區第17分區，以及成功、真善美、中正、甲立自強等賽主分會。未來有這台漢夢超人的專車，將陪伴因行過生活的每一個場景。台南新聞林英根採訪報道。